大家最近有冇聽過一個潮語咧，叫做 AI 廢料？咁作為呢個 AI 嘅台咧，咁點都要講一講呢個重要嘅 concept 嘅 AI 廢料。AI 廢料講緊咩咧？人同人之間溝通咧，其實而家出現咗一個好大嘅問題，就係咧傳統咧以前人同人之間溝通會進行傾偈啊，會文字啊咁樣啦。咁但係而家有 AI 嘅影響之下咧，大家就慣咗咧匿埋喺 AI 嘅面具後邊，即係大家其實咧。大家知對方用緊 AI， 你知道佢用緊 AI， 你都知道佢知道你用緊 AI。大家嚟話，好似我想，即係好似我同另一個人溝通，我想同對方例如話我想我想邀請對方參加一個活動嘅，咁咧我就用 AI 幫我整到好靚嘅一樣嘢去 send 俾對方。咁跟住對方可能佢例如話佢想拒絕我呢個活動，佢唔想嚟嘅。咁但係佢都用 AI 咧，佢整得好似好靚咁樣嚟去覆返俾我。咁其實大家咧都係匿埋 AI 嘅面具後邊，而其實咧呢啲全部嗰啲好靚嗰啲，即係嗰啲好行啊、好完全冷冰冰啊、好電腦啊、好標準嘅説話咧，其實就令到成個溝通係崩潰咗啊！而家根本上呢個人同啲人其實唔係溝通緊，因為佢通過中間啲廢料咧，好似有嘢傳送緊，但係其實咧係廢嘅。咁呢啲咧，而家呢啲叫咩名？有個字嘅叫做 AI 廢料啦。